风台为拍离开，气象署已经解除海上警报。不过，接落来台南、高雄、屏东对阴暗开始就会较高落雨，而且因为明仔载当着大楼，地势较低的所在就要注意，可能海水会倒击。而咧后礼拜二有可能阁有这热带系统的形成，敢会影响到台湾，就要去观察。雨落甲真大，雨势一直飞，要是看袂清楚路牌。宜兰地区透早一直上大雨，市区也透大风。宜兰北岛渔港船只拢用锁啊固定，观光专业者讲，用一天就已经一港热风，透早趁雨变细，这日来看会停航到礼拜日。基隆屿它一天的上岛人数的上限是1200人，所以用这样推估的话，2天至少影响2400人次。基隆受欢迎的景点正滨渔港，透早游客无济，连绵出去，连绵落雨，游客把握时间翕相。还好啦，应该这种天气玩起来还蛮舒服的。人潮差很多。大概平常那边都是拍照的。对，都是游客。未拍风台宽流跨又搁伫低压带，大部分的雨量是集中伫花东地区。台东县美南乡的二家林道，24点钟内累积雨量强要400毫米，花莲富里也超过350毫米。屏东县太武乡累积雨量也超过340毫米，风台渐渐往来歹去，气象署解除海上风台警报。不过东半部干那雨势小可变细，又搁咧落，台南、高雄、屏东也会继续落雨。花东的雨虽然说大概小一个等级了，不过花东跟恒春半岛以及南部山区还是要注意局部豪雨的情形。此外，在其他地区的话，降雨的情况也会比今天跟昨天来的比较明显，可能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机会。接近年度的天文地楼，气象署提醒南部沿海地势低的所在，要适宜海水会淹起来。礼拜日到拜一，风台的外围分下甲低压带继续影响东部、东南部地区、南部山区甲恒春半岛，天气悠远无稳定。各这个航空业者礼拜日由台湾出发往回香港、澳门的航班全部取消，请旅客要注意变动的资讯。拜日了后，可能会搁再有热带系统生成，敢会影响到台湾。气象署当日密切监测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